农村除了天桥的老人家以外，还有很多物件呢。桃园新武区石牌里的里长刘德亮接任过后，罗新北都嘅上海社区韩国号，未上海韩国多年来认识自家嘅家乡，唔过用唔地安样嚟做喜事，故所以前咪供养係石牌人嘅後生嘅天妃儀。天妃儀認為，既然老人家很多，假如對老人家做喜事，老人家聽出有故事。故所以能開始去請採地嘅專家熬人，大幫專家來表現出石牌嘅特色，而能也能發現原來傳統農村地度，乜嘅人才旅遊，是希望人去親面去了解聽聽。經過去半年人嘅調查訪談，而能熟悉嘅設備熬人嘅故事，還拍了一隻小展覽。唔過也是係開始嘅，希望大幫按你嘅計劃。想到韓國島嘅熬人，向下來講石牌嘅故事。基係建築組認出這種一種金紙，傳來相推嘅金紙工廠出地幸福綜合。那早期也是嗎？早期是用？對，早期是用竹漿。竹漿哦。對。銀紙、錫箔。這個。這一片啊。是以前這樣貼的，不是嗎？之前用貼的沒有錯，那錫箔啊。那現在都用印的。這個已經改掉了，改成。這個應該是老所採用風肉，從容嘅金紙搶係突然顯出老推背溶解出就手掌。是圖騰都是一樣啊，只是說那個大小章會不一樣而已。然後可能閩南人拜拜的有沒有？他那個什麼的樣式會比較多，我們客家人是比較少。創度冇可容時期嘅機器，見證了3樣嘅改變。現在機台都多功能的，只是這個滾輪要換，然後就是說之前都是1個子，現在都是3個子，速度會都比較快。只係功能嘅變，也都唔係太環境嘅衝擊。在我手中是在90年代最好，開始就是大概在98年，這大概在100年過後就往下掉了。原因第一個問題是，還是一些環保問題，然後年輕的人對這個燒金的話，有沒有，他會比較少。門市全國很早嚟到機構，佢講可能過10多年，頭起來都唔平的，5個人冇捱好，有不過就是區後生意，行業嘅了解傳統工廠。很好啊，很漂亮啊！有點微微。還不錯啊。可以來上班的嗎？協商訪問很時間嚟做困難。來到這裡的時候，就發現原來金紙有這麼多的類型，然後這麼多的圖案，然後其實它也是一個很有在地文化跟那個過去人生活他們會做的一些習俗啊習慣有關的一個產業。工廠度所做嘅東西，幾度都吃到東西食。剛剛我問到那個關於那個滾輪的故事，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它的圖案是我們平常去拜拜不會看到的圖案，對。然後他就說，其實那每一個圖案就很像那個中藥在抓藥的時候，你現在遇到什麼問題，然後你就要配哪一種圖案的金紙這樣子。現在在地的文化要傳承，所以說有這個里長伯肯做，我很高興。傳承的東西想要宣導的話，我很高興，都知道有年輕人進入。對兩區後生人來講，一個傳統產業當貼貼當生意，有得用จาก呢種過後，一直成為發展下嘅特色，所以青島的強弱係實派應該睇負之。你去到譬如喺沙溪村很多東江，你咪介紹我喺沙溪要買嘅東西，喺沙溪要買嘅東西，我就想喺實派沙溪好，前樣冇唔上應講我要買嘅東西啊。因為大家普遍會覺得說，鄉下有什麼，就是這種農村、農田、老人，那到底有什麼特色？我們那時候里長也是很苦惱，想說到底該從什麼地方下手。
对，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老人很多，然后大家都是生活在这里一辈子的，那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方向课庭内就开始起清十派嘅鼓。那你们会做那种篮子吗？竹篮子？会啊，会哦。那大家来一起弄啊！我想要学做竹篮。真的哈，你都想学都不会做。平常时点情嘅老夫挑车，2年多2年，86歲嘅老丘上點出本地。鹿怎么做？对。以前还会用这个打包袋，以前是用这种用那个以前是用草拿刀入啊，零头叶，拿刀入。这把做成后把人装入啊，跟拿到了把做是挺好，这样做这把当我做形式当东西，那个种做一个米一个人那才通高以上，这种是这把做成人极为高。你们要不要做？包裝大地老丘上數號，留下擺出變身這隻圖案，後生人全體唔同嚟做。怎麼選？一样啊。放款要进来。也是按这个叫那样。后面胸围胸不同样啦，一旁要手旁小楼。老丘上當佢冇點了很順利地，冇想到大家眼就很透，亦多歡喜撈大家分享。这边就好了。这是大家这个看下你做啊，升级啊，用个买厨艺做样做了讲，这样子嘛看，从那动作上咧，大家这样个来起模家几好呢。老人家都歡喜大家做自己做嘅東西，還容易扮出狂嚟東叫嘅寶。没有学会呀，没有学会动盘，以後弄出来煮不用放鹽巴。我们这就是最传统的福菜，完全没有添加物，就是放盐巴跟太阳去晒而已。那以后成分要写太阳。成分太阳。所以这个就给他。那啲全部老防腐剂是个染啦、酒啦，还是个甘草喺度咯，咁全部落去吼。那啲70-80歲做，現在嘛是50年咧。現在我是動太細我唔曉得講。如果说真正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回到这些真正的老房子里面去找他们，然后你才可以跟他们学到事实上属于是生活上传承下来的智慧。小瓜瓜，沒有拿開水出來。还有会写啊！你试试看啦，很好吃。這片是這片大嘴鼓，漢族嘅料，也就都係橋師台當專櫃嘅智慧。冬瓜酱，还有刚刚我試吃那个小黃瓜，我都覺得哇，其實這個味道是外面沒有的。新福晚會冷天風動態，許多漢拿點出所個，唔過2條熬熱處理中調度。這是用色粉去調的。對對，所以它對白點是白水泥啊，對，所以它這樣就不會脫落了嘛，比較耐持久了。頭橋上染頭師，委派同福嘅奶酪東鄉人主持。這一支要多久？這一支大概1個多月要了，這麼大的1個多月要，來回啊。個生意啊，當我揭來揭去啦，我想我還是得做隻東西不揭不怕，是上到梅花鹿啦，是錯開開始啦。幫妹出見到，始發先係做啱冇嘅，佢講哋倆種下素菜，漢族嘅本人做知道，也知道一封信。我們很訝異啊，喲，挺難到人的嘛哈，有啲活動要嘛，因為挺多人哋出來的嘛哈，那介紹啲個讓人嚟遊來要嘛哈，我也覺得蠻稀奇的啦。這位姑娘同到做這個家事，20年前你廚房慢來去看去好，這位國中工一口就是基礎，就開始起家做家事。我們自己的家，然後從無到有，
每一个家具都是自己做。那做好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上网接订单。虽然唔系专门好了解，不过因为有兴趣也做出了成绩。我们做的风格可能跟一般的还是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在接单也好，在做教学也好的话，应该算是很多人都是不远千里而来的。空调系属工艺，很做对专业客嘅要求嚟做，是製作嘅家私可以攞出係簡單自然又溫暖，出廠係實派本人嘅感覺。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比一般的那种商业营造出来的那种城市的差蛮多的。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人大家都很用心的在过生活，对他们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在生活上面。睇樹下嘅北姑娘，細細隻嘅實處到都容易纖維。我只看到安尼啦，北公路按個猥瑣，看到講講，我做風工，我做風工，北公路半天啊，我就哦做就喊住隻咯嚇。北公我仲有北公路講笑講嘅，我每天收養咯，幾個半2萬嗌。幸福乾淨也得不，就當到北姑娘都係千年可以嘅，無論係風味、出存也掉，都錢財唔得。也係出存是係話咧做照了風是做了講嘛，內位咪我就照出存，我哋穿就出存，一先照出存，我做嘢，你當到推車，你下條咪公車，嚇你當兩路就係點樣八卦車。細細嘅種下素材，人類有很多特地去了解嘅地方。而啲食項東西只係我哋沙基嘅一部分嘅，還冇全部種出來，還慢慢嘅慢慢我係很有時間，我是會留另外部分冇簽到嘅部分，你就嗰度種下牆，你就種下，但全部咧變出來問題即刻快。唔係冇特色，是係冇簽出來甜甜。特質階段嚟調查，特質階段嚟做包裝，佢冇強用，喺度眼下做一擺嘅展覽嘅時間，做成果展嘅時間，喺眼上嗰啲佢2年內佢很用心，讓佢做到很好嘅包裝。我們在這邊展示，讓大家看說，哦，原來我平常生活的東西是大家會喜歡的，對。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開始引出更多的人。就是因為他們可能從小就接觸到這些的東西或這樣的文化背景，然後他們會覺得比較不特別，他們會覺得自己生活得很落後。那其實現在我們在看，它反而是呈現一種以前的那種生活的風貌。對，那這是我們看到，就是覺得還蠻值得讓大家了解的地方。大部細細嘅展覽，向前有很多機會嚟交流，也很難認同自家。幾多很大人才貼小朋友做設計者，去採訪兩條強人，讓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更了解自己的社區，然後更知道說，哦，我自己生活的這個新屋不只是鄉下而已，它其實裡面還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挖掘的。對兩條強人選好其簽，讓地方嘅連結，呢種土地也佢後生意行高實派，也希望做下到嘅看到自己嘅家鄉有幾正。係做得嚟講哦，我做一個小小社區嘅導覽啊，為到配合社區咧，配合沙基咧結合，做社區小旅行哈，沙基小旅行，做日嚟做半日嘅事件，嚟讓我沙基全部土人嚟參觀。後生人也想咧，用呢創作出兩條求生業嘅新感覺。像有些人會把它蓋在自己的筆記本上面，或者是做一些小帆布包，然後蓋在上面，他們就會覺得有一種可能延續過去，就是對於宗教的一種那個依靠的感覺。然後未來我們也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作品能夠把它故事寫出來，更詳細的寫出來。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故事書，然後跟他們聊天討論，每一個人都可以，我覺得每一個人的記憶都值得被保存下來啦。傳統嘅產業工藝，農業界屬於了掉，其實都係寶，細細種頭按動腦筋，200個強人故事點樣計劃，是係開始甜甜，小派一股猛國體，佢就還會繼續做下去，為農村變得冇土壤。